有风嘅农民如像係游牧民族，當年談論花期上南下北走花採蜜，下擺尋到為數好吃，只有需要提彩虹，也算搭帳篷，因為太辛苦嘅，冇乜後生人肯做喎。不過唔盼得有風嘅40年國間嘅野外辛苦採來嘅蜜，如交本飯呢，數年唔穩定，冇呢啲風奴劉醫生推我後路來食，還多多嘅建立自家嘅品牌。希望也愛爬爬揭揭來嘅事業，都也數項會有韓國好嘅成績。看到阿爸阿妹來去捧誒，要當好教一生氣。看到捧誒樣背來背去，奇怪，捧誒樣背，你要再賺到錢咯。阿爸講你很辛苦錢，你看個捧誒，都將那捧堂一滴一滴慢慢地啃嘅，你像按照客家人嘅精神。一講就慢慢地啃，那個錢啃嘅。民國65年出世嘅劉醫生，從細開野外學捧嘅，對學捧採蜜一項動有興趣。退伍就轉屋卡聽書，實際了解過後，才發現野外按辛苦，有一撮錯唔嘅一道，免了蜜，決定自家生產，自家來賣。退伍轉來家下，看到阿爸。cái捧堂按到再本個飯呢，批判啊買的，再買到一啲嘅錢添，心肝點啊都當艱苦，阿爸阿妹按辛苦，數到按到捧堂，要買一啲嘅錢添，阿家是同阿爸阿妹講，唔怕按到漢白一家嚟做同路咧，是唔是再不本飯咧？啊，一家嚟生產，一家嚟賣。唔過創立自家嘅品牌，那有按簡單，一方面愛先有人哋，還愛開發同路。冇經驗嘅佢，捐苦兼做兼學。我哋公婆是讓我哋嘅產品，拿女版嘅路順去擺店，像擺路邊攤按去賣東西，所以是從家開始做。家一張嘢按做唔到3000元，因為唔係做生意。啊，即個包裝要包裝到按樣當劑，啊後來呢2年呢，經過我哋按到市場嘅看過配上人嘅包裝。所以是拿這個包裝，要再包裝過變下新，那樣嘅樣誒，再開始做新嘅產品嚟賣面那樣嘅。電腦杯發展一步以外，劉醫生一有閒就會停定野外，乃出去做花。安尼啦，北埔人咯，去南埔收嘅牛面花，然後荔枝花，安尼啦北埔冇啊，嘅氣候關係。去到高雄、太守、岡山、南投，該位花還集中哈，清明前啦哈，清明前熄滅，都4月20號都轉來了。cái花期哦，一年哦是20人很有時是3個月哎呀，轉來是幾年是冇蜂蜜啦，是做蜂王做。啊！啲下來咧，唔係要加嘅嘛個先鋒草咧，是幾年都是有蜜源啦，是比頭哥還好。那片油花，就係那片，就像有冇沒錯。條擺交通唔呢片呢時節，客去南埔一轉，就愛歸班周邊。3公冇半夜就愛準備好勢出發，我去到那片頓腳，咪起嚟動手腦筋嘅問題。條擺冇高速公路去到2點人，要3點，去到高雄4點人，差唔多天光嘅。你喺高速公路開通是較早的，佢嘅運氣好是因為落霧，後生嘅村落不去做些咧，啊，是這個落霧來帶。那個木哦是帳篷啊，就地取材啦。啊，樹啊，一兩年本來細樹細腳細面啊。3月的捧農就會展開無限次差的生發，春天去南埔採荔枝蜜同牛眼蜜。一天秋天就會拖種鋪100，採下公姜蜜、插花蜜。
寒天每年较少，也无好限。烹农听说爱准备同水为烹嘅，来维持按太层嘅烹群。按用到嘅春天，怎会有烹嘅去采花粉？新鲜的个体的时候，加强它的繁殖力，说喂饲料给它吃。砂糖啊，刚刚咱讲了，砂糖之前的7、8个月啊，也前3、4月啊，成本提高啊。这个是放糖浆的壳啊，壳嘅啊，你平常时都新鲜的个要是3月只不会一壳不会卸，不会卸。成本认真价，烹农嘅利润就靠谱，有得欠土炭，肉烹嘅一家饭，开进来更难食的。那时候跟凤凰乡啊，凤凰呢，1公斤10500块，我老人做一个月3000元，7头价。你们想嘛？都要省力好。很吸引人啊，所以我投入嘅行业。忙啲咧农业建做建事少啲哈，挨咧要接慢慢的破起来。烹嘅係肉烹人嘅重要資產，愛管理照顧，還時愛注意啲烹嘅嘅空間。有烹農談呢片，直接為抗生素比色，留得起則可以用清天然安全嘅方法。在10年前，家是遇到安樣問題嘅，所以我哋咧。阿爸是用个蒜头，然后个醋，是个糯米醋油嘛吼，去搅去泡半年吼，个当然冻下个家哈，长了未必熟。用阿爸是那个烹个地边个菌来吃的，是唔是在为了抗生素？對烹同產品開放進口過後，台灣肉烹產業受到動態嘅影響，肉嘅量咪越來越少。劉醫生講，好得一下以為認真漂頭。來到台灣真烹堂真名，跟外來嘅烹堂同個假嘅烹堂，佢當便宜。像我哋正經嘅烹堂嚟講，係好嘅烹堂，一竿最好嘅，像個5斤重嘅，愛1000人嘅。個進口個泰國進口個合成米個的，個一桶裝290啊，1990天，我哋根本是變唔樣一樣嘅個泰盤嘅個烹堂。去年前年個哈。農業處嘅台灣養蜂協會啊，佢有頒發一個那個台灣產地的那個認證標章嘅個烹堂標章出來，嗰啲是對我哋是都有幫忙。4、5月咧，油桐花凍開，油桐樹青度嘅就係啲美麗煙。劉醫生同野外討論過後，開始採桐花蜜，上愛啲按照共用嘅商品當中，建立出7家烹堂嘅特色。去年家我是吃看啦，嚟立烹嘅標料去採所嘅米土很樣啊，所以我哋是開始去採所啲烹堂，啲桐花烹堂。一般桐花烹堂嚟講，肉烹嘅人唔會嚟採所，嘅原因是講桐花量嘅烹堂當少。接下屋卡肉烹事業10年嘅劉醫生，對一開始一張嘢錯冇3000元。到一下又減嘅10萬元，唔過佢行嘅唔開心，因為烹堂嘅家私所長太太嘢，買嘢人冇按到，一下部分嘅烹堂行嘅我意思翻嚟來買，按用爭位冇斷貨，佢咪考慮轉型做觀光肉烹廠，老爺強為看唔到發展嘅肉烹業，簽出行卡度嘅機會，希望成功經營出7家嘅品牌。